我们不如放一把火，烧掉所有的伏击院，然后躲一段时间避避风头，韬光养晦一段时间过后，再做行动。尊上以为如何？我也不是没有想过，但是公然放火反而会引起民愤，对我们以后行事更为不利。当然不能公然放火，但是尊上，你听说过天火吗？天火？恢复的不错，回去好好调养调养。谢谢啊。哦，四王爷，启禀王爷，现在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大人辛苦辛苦，皇上已经下旨，待一切事情尘埃落定之后，必定会论功行赏，不亏待大人。最后还请大人善始善终啊！啊，放心。哎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什么事？放心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谁？尹姑娘，你果然还认得我。说，那些道人是不是独孤园搞的鬼？轻柔姑娘，你最好什么也别问，莫要让属下为难。带我去见独孤园。这，我要先请示尊上才行。独孤园，请尊上恕罪，属下该死，被尹姑娘跟踪都没有察觉。你下去吧。是。跟我来吧。独孤，你不要再一意孤行了，你是不会成功的。再这样下去，只会害了更多的人。你怎么认定我就不会成功？你跟着谢延琪，不就是因为他是皇帝吗？如果我是皇帝，你也会跟着我的。
我不会让他服下那半颗解药。我会想尽一切办法，用那半壁江山去换取另外的半颗解药。现在想想，我也真是天真。娘娘，其实当时我没想别的，我也是。我明白，从地龙翻身到救治瘟疫，再到如何对付那些邪恶的道士，你做的真的很好。可能没有人能比你做得更好了。延吉需要你这样的妻子，江山需要你这样的皇后。尊上，这东西发射之后会飞得很高，而后在空中落下时爆炸，声音像极了打雷闪电，之后便会有火星四溅，我们便在四周放置一些易燃之物，火势很快就会起来。然后我们再顺势提出天火乃是老天发怒的旨意。到时候谢延齐他自然就会被百姓们给推翻了。跟着我，辛苦你们了。为尊上效忠，在所不辞。天到底帮谁？李青柔，我一定把你。冰块脸，就算这皇宫属你最大，那你也不能不敲门就进来啊！好歹我也是个女孩子嘛。哦，这个朕日后必定注意。不过，你这是藏的什么呀？没什么。嗯？
这是鸳鸯。其实呢，我想绣的是天鹅，但宫里没有教绣天鹅的，我只能绣鸳鸯了。你们都说鸳鸯是象征爱情的鸟，其实才不是呢。一只鸳鸯死了，另一只鸳鸯就立刻去找下一只鸳鸯了。唉，只有天鹅才是一辈子只认准一个爱人的鸟呢。如此说来，青柔，我更愿意与你做一对鸳鸯。如果我真的去了，住口！不许胡说！我要你做我的白白胖胖的大天鹅。来，刚才我听闻四弟和尹浩说，你去找独孤园了。你可千万别误会，我其实我知道，你是为了我。可是青柔，我就是怕见你为我铤而走险。每当我想到有可能独孤再次带走你的时候，我的心中就莫名的恐慌。你可明白？我知道了，以后不会了。算了，我也不去再想那半颗解药了。这一年有一年的活法，就算我只剩下1年，我们也要开开心心。我想过了，能来这世上走一遭，甚是不易。既然来了，就要开开心心的。就算离开，也不要带着一身的怨气。你能这么想，那真的太好了。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找到办法的。还有一事，不知当问不当问？你既然都说出口了，就问吧。听下人说，慕容找过你。哎，你可千万别多想，他没说什么的。我知道，青柔，我能理解，你现在在宫中的地位十分尴尬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快解决此事，绝不辜负于你。启禀皇上，皇后娘娘求见。知道了，青柔，我这就去与她好好谈谈。哎，别，我先出去走走吧。不必。哎呀，你太不了解女人了，有我在，她很多话不方便跟你说的。我刚好出去透透气。邱公公，那你跟着吧。走。青柔，哎呀，我就当你是我爷爷，咱俩遛弯去。哎呦，这使不得呀！呀，走了。依允参见皇上。不必了，依允，坐吧。你先说吧。言七，允许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。这些天，我想了很多，也想得很是清楚。我决定出家，求得一片清净。依允，你先别急着劝我，听我把话说完。其实你我心里都明白，你爱的是尹姑娘，而她也比我更适合皇后这个位子。我感谢上苍，让我在最美丽的时候遇见了你，这是我的幸福。可是你我终究无缘相伴走过这一生。虽然我有过遗憾，有过怨恨，
但这一切都过去了。这些天，我想起过我那5年遭遇的一切，也想起过再次回到你身边的点点滴滴。可是，现在我才知道，这世间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爱，也不是恨，是曾经最熟悉的人，渐渐变得陌生。看来你已经想好了。是，慕容家早已经灰飞烟灭了，虽称不上是罪有应得，但也是家人贪图富贵所致。而我，在做了这么多的错事之后，青灯古佛相伴，才是最好的归宿。前些天我去看过太后了，她老人家也愿意不计前嫌，也都放下了，所以依月也不愿再去怪罪于她。过几日，我便会搬到般若寺，和太后一起为天下百姓祈福诵经，从此不会再踏入这红尘浮世。我此次前来，亦是和你做最后的道别。这缘也是劫。你我2人虽说有缘，可更是我们必须要度过的劫难。就当作是一场梦吧。梦醒过后，一切依旧。今后，无论你作何决定，我都会支持你。青柔，独孤元像发疯一样，他现在带人占领了乐天斋，还绑了周大同，现在还说用你去交换，怎么回事？我们快过去吧。青柔，去了千万别出头，我们会护你周全的。好，我们先过去吧，到时候看情况再说。
易清柔，被板刻解药就是谢元琪的命，你放了他！我给你换。好，我答应。解药！通过！来来来，哎呦，小可爱。哎，别光顾着看，你们也抓紧啊！好啊。爱妃，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？啊？你好歹也是皇上，有点政治概念好不好？你这后宫本来就空虚，再加上后继无人，那些御史不要把你参死了。你看他们根本不用理会他们，只要是爱妃生的，男孩女孩都喜欢，对不对啊？听我一讲。哎哎，尿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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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哥，青柔，青柔，大哥，快来呀！青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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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答应你，我一定要复国，立你为妃。青柔，青柔，青柔！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？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换成这个。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有没有见过这个男子？就换成这个。有没有见过这个男子？他现在这个。世间最美好的承诺，不是我爱你，而是我会一直爱着你。我的心还能坚持多久，我不知道，但是至少，我现在还不愿放弃。皇上，皇上，臣有本启奏。讲。皇上大婚已1年有余，而皇后尚无确切喜讯传出。皇室子嗣重于泰山，但后宫又是空虚，亟待充盈啊！先皇大孝已过，秀女选拔在即，还望皇上恩准。朕刚登基不久，
国库尚不丰盈，这个选秀女一事，劳民伤财，还是暂时缓一缓吧。好了，朕罚了，无事就退朝吧。哎，皇上，退朝。你们这么急着给朕立妃，难道就不怕皇后吗？邱公公，你在看什么？这都什么时辰了？皇后呢？回皇上，皇后娘娘说她出去了，而且她还说让皇上今晚什么？说呀！娘娘说今晚让你睡书房。什么？书房？朕为何要睡书房啊？奴才也不知道啊。娘娘好像今天很不高兴的样子，要不奴才去把娘娘给找回来，您自己问问。不必了。摆驾，御书房。是。皇帝下旨了，全城妓院割肆停业1个月。这还不算啊，有趣的是，所有皇宫贵族以及5品以上的官员，不得与妻妾同床。这不，吏部的刘大人刚刚纳娶了一房年方15、貌美如花的小妾，却整日看得见吃不着，气得直跺脚。这就对了，看他下次还敢动不动就上奏，说什么皇宫空虚与祖制不合。就是，哎呀，不过咱们这位皇上啊，对待皇后娘娘还真是没得说。可不是嘛。要说这男人呐，但凡是有了些闲钱，都想着娇妻美妾的享其人之福。瞎说啥你？可咱们皇帝啊，跟他们都不一样啊，就想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喂，一拜，再拜，三拜。起！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，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。我知道你可以再忍2秒钟。就竞赛嘛！魔法少女小芳正式到岗，女仆模式已经开启。子弹，房租。失恋7日治疗法，帮你无痛失恋。爱情要勇敢雷欧。哎呀！
智商只有64的 B 罩杯，不图上进的吃货。老姜，为了姐妹们寻找幸福的情感之路能够坦荡一些，我李阿伟不得不正式开讲。你以后是找女朋友啊，还是男朋友啊？都可以。我真的只能找白爷。夫家做不到了。怎么样？整了！哎，是啊，是啊。太远了，太远了！这会儿坐下去。跑！3、2、1，开始。我可是良家少女。好吧。哎呀！你开始。来来。